过有啥物面见阿母，面对阿健。小妹，你莫过来！但你物件是你惊啥货啦？你莫过来！这是3万咧，咱毋是已经讲好啊？下暗开始接人客，像我水水正得人听。我无爱，你讲要互我见郑凯，我要见郑凯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我这个人哦，一向真守信用，我一定安排互恁甲伊见面。也毋过吼，为了恁两安全起见，我也是感觉吼，加两家安排互恁见面较好。为什么？你骗我？我骗你，骗你就免出气啦着。我等食饱完了，骗你要创啊！我甲你讲，阮头家即摆真生气啦，本来已经要将你迄个爱人哦解决迄条，是我一直向伊求情的，伊才暂时放伊煞。我让你讨厌！啊，你是做啥啦？我甲你讲，咱拄啊熟识的尔吼，免遐尔热情。啊，若住遮阿六啊，逐个拢像你安尼啊，每一项要到我病，我是要安怎应付啊？哈？做啥？我路上好啊，找阮安尼看，我咧见过，我是笑笑甲你讲，我希望你嘛笑笑甲我讲。啊，若无吼，饭时前是真倒，我来教人呢。你看啥？去穿衫啦！安尼啦，唔惊。警察先生，救我！这，无我代志哦，无我代志哦。我是来找小姐吼，哎，若安排这个阿六啊，我，其他无我代志，其他无我代志。好，怪啰嗦啊！你要怎？我讲，我是来开钱的呢，你哪敢扣起来？台湾法律哦，开钱是无罪哦，你莫想讲我唔法律咯。你搞掂嘞？阿德的分局是，我来讲，我要死做，我来讲你啦。小姐，你嘛是台中人？是。你袂当掠我，我是合法寄来台湾的。行。你，警察。喂，分局啊，陈上九，伊伫咧学校咧上课呢，啊。我听。喂，嘿，我是陈上景阿母。啊？你找到小燕啊？安尼老爷，我敢若袂输生命伫咧出巡呢。阿母。
免惊，免惊吼，阿母来。吴巴掌，我刚才你有先来遮报警，若无你这个身份，就甲你直接摕大陆妹做一个。多谢你。啊，你是？我是陈上锦，你也有知。哦，陈老师你好。林太太要求等一下，甲迄个头刀内刘金凯见一下面。阮法律也是讲认证，咱见面煞，你就会当传递。啊，恁两个有啥物代志？我是陪三牛斗阵来的啦。无用做你啦。陈先生，我想，这个阿六啊，真是你媳妇哦？是啊。伊是冤枉的啦，伊真正无做，你莫甲误会啦。这么你唔免你讲。对，我较到位啦。像吼，恁媳妇吼，有影规身款清清白白啦，敢若肚在边吼有只乌记，你可能捌看过啦吼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你？哪有什么意思啦？我著实话实讲啊。相信恁后生哦，应该较清楚才对啦吼。现在来向你通报。安在？你对我讲啥？我无啦，我来讲伊啊。创啊！今日伊甲我拍啦。谁甲你拍？我也无看的。阿明，你有看无？你有看到无？家己火气大，老天空火，要人拢啥？阿明，甲阿丽。看啥？你老师的老师呢？啊，才拍屁的呢！阿母，是我无听你的话，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迄个人用真开的性命威胁我，强迫我，甲我母了，我是不得已的。阿母了解，这毋是你的唔对，你唔通。阿母，阿囝，我知影，我已经无面通记你啦。也毋过，敢会当请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做你讲。我互你无良的代志，请你莫互真凯知影。伊若是知影，伊一定无法度当忍受。到这个时阵，你搁替伊想？吼，小燕，你的心肝伤够量度的呢。就是安尼讲啦。师傅娘甲阿囝啊为着你，这你唔通搁讲啊！小燕，静凯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。小燕，静凯，多谢恁救小燕。以前的过去，拢是我的问题。恁只是人冤情，我无法度报答你，也毋多会当甲恁保证。为今日开始，我就别搁甲小燕联络啊，因为我知影，小燕心内真正爱的人是上帝。
过去的种种拢是我唔对，请你莫阁怪小燕。今仔真是，你带我走啊！静开，陈太太，过去的种种，甲你执着拢是我唔对，请你当原谅我。以后，咱都是生命。林场先生，多谢你。应该。唱电啊，就听啊。不要紧嘛。好紧。紧啊，小燕，咱转来去。咱拢甲过去放袂记，你甲阿景啊，为头仔搁开始，恁的将来一定会愈来愈好。阿母搁活嘛无偌久啊，我要甲阿景啊交代互你呢。阿母，我已经无迄个面，搁再面对阿景啊。阮两个已经无可能搁再斗阵啊！阿母，我对不起你。阿母，我了解，这是天公伯的安排。我无法度怪你，阿母。心爱的，再回来。母亲花，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。时间差不多啊咧。阿母，多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疼痛。阿景，阿永姐，两位姐嘛，我想来去啊。小叶，我送你去机场啊，安尼阿母较放心。暂时唔免啦，阿母，我家己来去就好啊。哎，阿公，这条金花莲哦，是我家用要送的。两位姐嘛，阿永姐啊，唔通啊。是咪你唔通咧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！过去吼，阮翁仔某对你态度较无好，啊，你就莫计较啊！啊，大家有缘嘛，对唔对？
收起做一个纪念，收起，收起。师妹，我来讲，三娘虽然无讲，但是阮大家拢知影，伊对你甲阿景啊，还佫抱有希望咧。两个姊妹，歹势，我的时间真正袂好啊，我爱紧来走。阿母，阿健，你来保重。那就真赶紧啊！小燕，小燕，小燕。阿母，你一定要保重你家己，你嘛爱保重呢。小燕，我还有真侪话还袂甲你讲。三娘，小燕无收阮的金仔咧。进，小燕袂甲你收啦。阿母买做一物件，互小燕做保证，伊一项拢无爱滴啦。哇！啊，这闪真正混烧高粱，全无网络。2个月啊啦，我看小燕是无可能回头啊。你搁咧妄梦哦？小燕若是真正无心要回头，你就要赶紧家离婚手续办办的，紧放人自由，才袂耽误着小燕。我安尼讲，你听有无？听有啦。我离婚书已经寄互伊啊，伊若转好，寄转来就会使啊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为你嘛是等无啊啦。若无来去手术吼，我这病佫拖落去，嘛真艰苦。你去找阿勇姐啊，替我斗安排一下。使有了啊！无人亲像你安尼啦，到这个感情啊，你还佫笑会出来？就是一世人拄着遐尼侪困难，我体会到一个道理，就是愈困难愈危险，咱就愈爱放互轻松，笑笑去面对，安尼无形中，咱的勇气就会愈大。你讲的话，我永远会记的。准备要去开刀啊！阿母，阿母，我回来。我若是无回来照顾你，报答你的恩情，我一世人的良心不安。回来，我嘛加较有勇气。多谢你，小燕。阿健，阿英姐啊，好我来。